講個秘密俾你知啊！海洋公園其實係一個我可以每年都嚟一次都唔會厭嘅地方嚟噶。唔知點解我由細到大都中意嚟海洋公園玩噶喎。特別係坐吊車啦，覺得冇坐過吊車好似就冇嚟過海洋公園咁咯。我嚟到必定要去嘅係去水族館啦。其實機動遊戲嗰啲我就一般般啦，因為我畏高嘅。我記得讀書嗰陣時玩過一次，啲朋友慫恿我嘅情況下，叫我一定要試下坐過山車啦，喺海洋公園。點不知我記得我去到最高嗰陣時，我驚到我係想嘔咯。跟住落嚟之後，個人係呆咗好耐咯，因為仲未驚完啊。所以自此之後，我諗我都唔會再坐過山車嘅啦，呢一世人。各位游客，欢迎来到环回水世界，根据安全导引。我就係要去呢個太平洋海岸睇海獅啦。呢係咪真海獅叫㗎？好咯，冇環境音咯佢。好失望啊！好人真嘅添。要啊！你2點鐘嚟咧，佢會好近有得睇到佢哋。即係餵佢食魚2點。係啊，啲護理員叫逐隻叫出嚟。點解我中意嚟海洋公園玩？我覺得我每次嚟到，自己好似翻返去讀書嗰個年代咁樣，係最無憂無慮嘅。同埋唔知點解嚟到，我都係會覺得有啲拍拖嘅感覺嘅。無論係同朋友嚟啦，定係同屋企人嚟都係嘅喎。講嚟講去都係情意結啦，我諗。你哋咧又因為咩原因中意嚟海洋公園玩啊？不妨喺下邊留言話俾我知啊！